老公啱唔啱睇啊？我係你老公。喂，你上次話養我係咪真㗎？又俾你呃咗個女仔啦！我並唔係一個三條女的嘅人。Understand？有冇火啊？我呢度揾隻州。我嘅真正身份係改進社會風氣，風靡萬千少女，提高年青人嘅內涵，刺激電影市道，玉樹臨風嘅整蠱專家古精，英文名叫精菇。偉大對你嘅景啊有如滔滔江水的連綿不絕。我未上車喎，我未上車啊！兩個點夠啊？又係一個死太監，你陰我！有兒送法個仔，唔使負責任㗎。嚟啊！嚟！